我非常欣赏呢，荷兰画家林布兰特。佢从16岁开始透过画自画像，记录某强时期的心路历程，还有对艺术的追求。佢声音呢，总共留下了千人种的自画像。我也希望呢，做啲长期供养，透过我的画笔到音乐创作，留下人生的历程。以前国小2年级的时候啊，爸爸跟姑姑啊，那时候很流行许冠杰、许氏兄弟的喜剧。那时候他们把广东歌改成西洋摇滚来唱，我觉得哇，这个广东歌怎么这么不一样？跟我听到西洋歌很像，可是广东话跟客家话好像又有点类似，觉得很新奇。所以2年级就刚开始接触温拿五虎跟许氏兄弟的音乐。然后到了差不多6年级国1国2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开放80年开放楚留香，那楚留香那时候万人空巷，收视率90%几。然后那时候因为上国中啊，功课不太好，很努力念书，但是就数理化不太好，3科300分加起来我就有40分，所以我都是那种好班的倒数前3名，很惨。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叫霸凌，就是我可能心智大家都念国中，我心智还是小学1、2年级这样，所以班上同学都不跟我玩，然后有些人看你太单纯会欺负你，然后那时候又你知道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啊，对宇宙人生因为转股。对宇宙人生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想法，想人生是什么？想要追求这个答案。就那是看佛书啊，看基督教教义。耶稣说，当你左脸给人家打，右脸要给人家打。所以同学打我就不要还手。结果后来，因为全班的联考压力很大，我就变全班的那个肉包子，被全班打好玩的。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自杀，那时候痛苦到我不知道说为什么生命这么痛苦。然后看到了港剧，你看楚留香，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中，来得安去也写意，人生休说苦痛，独行不必相送。那时候每天锱铢计较那个分数，在写考卷，跟楚留香那种武侠的那个心境，万水千山纵横，那种差太多了。所以整个人都徜徉在港剧的那个侠义里面，就觉得哇，好奇幻，还有正义感啊，这种好有趣。我觉得港剧音乐跟香港的武侠连续剧，还有金庸的小说。对我那个国中的3年是很大的一个精神寄托。使我胸襟，河山飄我影中，雲取揮去不去，仍得一心清風。塵戰不上心間，情牽不到此心中。來得安去也死，人生休說苦痛，在生匆匆莫牽掛，未經風波中英雄勇，就若發明輕拋劍外，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我行不必相送。萬水千山中橫，幾句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淚，飲下雙杯雪橙。獨闖高峰遠灘，人生幾多個關，卻笑他世人枉要裝腔葫蘆來行，曾想知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誰知心醉珠眼，消逝煙。
為那時候充滿依舊。從前試問君知否？君你難開口。似是盲人看見，似是傻人看見，把你戲弄夠。身邊到處困擾，可知這個處境感受？誰能知道你前路應向哪風走？仇人在來懷來藏，等了10分久，都見寒光後。从小到大，爸爸在画画的时候呢，都会播放各种的音乐，比方说西洋的流行歌曲，比方说 Beatles 啊、Bee Gees 的歌曲 Eagles， 觉得西洋歌哇好新潮，很新颖。那爸爸在画画的时候也很喜欢放客家的山歌，可是听到这国乐伴奏怎么那么老掉牙，觉得传统不好听哎。然后直到爸爸3、4年级从竹东啊买了一个夹式录音带，我还记得是那个 Tiffany 蓝色，叫《无缘》。爸爸画画每天都在听这个吴胜志的专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就说哇，原来客家歌也可以用这样摇滚的方式展现，而且山歌也可以用这种现代的方式重新改编。对我来讲，这个震撼非常的大。当年他写第一首客家歌叫做《勇往直前跑》，啊，雄狮烟法砰砰跳，勇往直前行。他其实我也确认受到了温拿五虎的影响，追赶跑跳碰，对赶跑跳碰。不过后来呢，吴胜志很可惜，刚做完第1张专辑啊，就是做第2张的时候车祸就过世了。啊，我自己后来写客家歌的时候，就写了这首《勇往直前行》，勇往直前行，来向吴胜志先生致敬。
那我很想写那种很简单，但是能够直指心灵的好听的歌曲。其实一首好听的流行歌，它就是一首好的这个童谣。比方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比方说西洋歌曲《Yellow Submarine》。如果写一首好的客家童谣的话，它可以让非客家族群的人可以欣赏。我最先运用的素材就小时候妈妈教我念的童谣：阿舅剪，阿舅接，家婆做生意，爱戏唔爱戏，害爱打扮两三日。那个起子米欠住过。见到太平歌，莫尼莫改歌，冲山来嘅阿不多。所以蛮有趣的，就借着写童谣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归童年，一个很温暖的感觉。有一摆，因就当去参加有一个大学生界歌唱比赛，留去加油。因就第一摆谈到几度推动唱歌，还得到提名。该两是因就个感受形容人。因为音乐嘅特色啦，吼非常特殊。某啲发表嘅时候，个人得到提名啊，唔识唱咯去唱歌，一下子得到提名，吼非常嘅欢喜。想讲这些是这帮伊零用钱啊，去他妈去卖个卡带啊。还不挨骂啦，哦，我当场很欢喜，但是也很懊恼自己啊。想讲那个当年都是升学主义嘛，啊，我都专注在他的那个学业上面，啊，基于我想讲有某人真读书用帮伊零用钱就专门卖卡带安样样啦，我就是非常的懊恼我自己，就是。这样就很，就是我错怪他了。
从小他就是跟着爸爸听音乐，然后他自己会去买很多，那时候都是那种匣式的那种录音带，Bee Gees 啊 ，Beatles 这些，对，很多都大部分的西洋音乐。他就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很软。怎么讲？以前有个唱片公司叫友善的狗嘛，我觉得他个性有点像那感觉。那他就很好客，小时候我就是很欣赏他心地善良，所以会认同他，会喜欢他。因为我跟哥哥玩音乐的时间事实上很接近比如说我高一开始组乐团，那时候哥哥大一开始参加民谣吉他社，学民谣吉他开始创作。那后来哥哥在客家音乐慢慢的放光发热嘛，那有些歌他知道我写的，他也蛮喜欢，他就鼓励我，要不要放弃啊？因为那时候我应该也是已经专心在做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这一块。他说：“你这个好歌还是要录一下。”然后刚好有个机缘就是创作比赛嘛，他就说：“那你这个歌不错，我来填词。”然后我们就把它录起来。我觉得唱歌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实际上是比较私密的事情，因为是个人的情感的感觉，所以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在房间，自己一个人悠游自在的走在路上唱歌。这一次我很高兴看到哥哥的音乐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我觉得他还有很多面向，没有被记录下来，很多好的特质。那这一次我觉得有很多部分他是有表现出来的。
信木质哒哒的礼物。天空那要快樂水流，愛情中氣流連作用，淚淚依依紛紛要苦。天空那要快樂水流，陰影無法突然捉住，從前木質哒哒的禮物。天空那要快樂水流，愛情中氣流連作用，淚淚依依紛紛要苦。明白？那弟弟从汉走对哈。其实弟弟的嗓音比较接近 Rod Stewart 跟那个 Michael Bolton， 比较沙哑或重金属摇滚的感觉。那我比较唱民谣摇滚或一些抒情的歌曲，摇滚的我也能唱，所以音质不太一样。其实我们的嗓音呢，遗传自爸爸。其实真正声音好的是爸爸。我们很少一起唱歌，今天是第一次正式场合来做演出。非常难得合唱那个平板山歌啊。不过我年纪大，还是喜欢因为传统的山歌，以为是喜欢重新的新的山歌，新的歌谣，新的技巧好，口也还好。同时研究某场山歌，让你咋个火一下感觉到挺神奇。那爸爸每次在画画的时候，总是放客家山歌，虽然觉得有点老掉牙，但是那个东西已经移植在这个脑海里面了。在创作客家歌曲的时候，那变成一个养分，而且年纪渐渐长，人生的经验渐渐丰富，发现这些山歌貌似简单，千变万化，然后唱出客家人灵魂的一种声音，非常美的一种艺术形式。唱了歌唱你哟唱莫笑我山了歌莫笑那山
这边要唱的 TP 里边呢，很爱做音乐的好朋友，佢嘅吉他非常的出名。其实呢，佢本来也係大學生的歌手哦。太好呢，做司機的，認識22年，基本呢要唱佢讓我強拖來表演，佢就係董運昌。When I was a little child, there's one girl's in my mind. She's the angels in my life, is hidden deep inside. As I watch my life go by, she's leaving me behind. But I could still remember the way she used to smile. Oh, baby, my sweet baby. Oh, baby, oh, baby, my sweet baby. Oh, baby, my sweet baby. I believe I will find her someday in my life. Now I got her in my sight. It took me by surprise, but she just kept on walking and didn't say hello. And finally I realized that she will never be mine. Oh, baby, my sweet baby. Oh, baby, oh, baby, my sweet baby. Oh, baby, my sweet baby. Now you forget me, baby. You don't need wings to fly. Now you forget me, baby. You don't need wings to fly. Ooh. When I was a little child, this one girl's in my mind. She's the angels in my life, is hidden deep inside. As I watch my life go by, she's leaving me behind. I could still remember she's the angel in my life. Oh, baby, my sweet baby. Oh, baby, oh, baby, my sweet baby. Oh, baby, my sweet baby.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是第9届大学生的第1名，他是第8届的第1名。他本来也是大学生歌手，然后我想说邀老朋友来一起共享玩音乐的感觉。像他刚刚说的大学城的比赛，我们就认识了一堆年纪差不多的玩音乐的朋友，就被他找去做他的第1张唱片。给你看一下，你猜这个？哦，我的发片记者会，请老董去谈的。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哎，真的，这在哪里啊？在凯悦饭店。这上面写几十年代，这是几十年，90年代，90年代最干净的民谣的声音。那时候我们就约好退伍回来一起来做音乐。
那刚开始一起做，必须要谋生嘛，我们想也去民歌西餐厅就是民歌西餐厅磨练。那个时候他骑50cc 啊，有时候我们要穿梭在那个峨眉街啊，西门町，我头顶着2把吉他，然后50cc 2个人骑在赶场这样子。然后我们想说弄一个搭档，大肠跟猪血，对。可是我就在想说，谁是大肠，谁是猪血？然后脑满肠肥也比较像是我，猪血比较胖也是我，那他是什么呢？就后来又没有用大肠猪血这样子。上次我本来报名就要当他的演唱会特别来宾，就前一天又乱吃东西啊，那个肠胃炎呕吐，那个声带被呕吐物灼伤，就没有办法唱，就他很高兴 po 我在网络上。其实你刚刚讲这些哦，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生。像以前唱民歌的时候，他在台上说啊，对不起，昨天吃了半桶冰淇淋，然后上吐下泻，然后今天非常虚弱，然后没有声音，好像直接对着麦克风咳着啊，我就想下一个用到那个麦的人其实蛮倒霉。一样危险，蜜蜂夹着
配事情，有的兄弟能够出，偏差主意少一年，土在一样归给，蜜蜂家这配事情，有的兄弟能够出。偏差主意少一年。配事情，有的兄弟能够出，偏差主意少一年，不在一样归给，蜜蜂家这配事情，有的兄弟能够出。偏差主意少一年，有的兄弟能够出，偏差主意少一年。其实不希望自己的音乐被定型了，自己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音乐顽童，双子座喜欢各种不同类型形态的音乐。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客家音乐起步比较晚，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耕耘者，就是开发客家音乐不同的可能性。早期做流行啊，可能做摇滚啊，后来也做童谣、做爵士，就希望让客家的音乐有更多的面向。很多人觉得说，可能我有得一些奖啦，然后有电视节目啦，好像生活也蛮有趣的。其实创作客家音乐蛮辛苦的，那一路走过来，真的是要蛮大的毅力跟坚持啊。就希望说自己在人生这条路上呢，能够咀嚼生命之后呢，去唱出一些感动人心的歌曲，温暖人心的歌曲，让这个世界无常的世间更加美好一些。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演唱月光华华。我每次电视专辑呢，都会发表1、2首新歌。其实这些新歌都是在脑海里面已经回荡10-20年的歌曲，但是完成6、7成，但是没有个最后的这个临门一脚把它做出来。那这次呢，就把这个在脑海回旋20年的这个旋律呢，把它写出来。我想大家童年里面呢，都有一些经验，可能某次的家族聚会看到一些很可爱的小女生，心里面一直记得那个小女生，就一直藏在心里，永远就可能再也没有见到了。那这首歌就是好像献给大家童年的，看到一个初恋或者是心仪的对象，今天要唱给让他知道这样子。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心爱的姑娘哪里去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这是一个青春的秘密，一不你，只为重复给你。一公爸爸，什么煮茶？阿哥带电。學識茶，盲言飲多。
是他，mang in nhắm tô, mang gu su kinh wo, han mong yellow.时间过得很急哦，春去秋来，花车花开，创作个按倒的歌曲，我希望咱期待向音乐这条路的初衷。